镜头转来咱国内，电钱伫10月份敢会起咧，就要看这个月电价审议会决议。有风声讲，有审议委员希望台电根据能源价格的趋势，重新来计算成本，而且敢有摕到1000亿的补助，两种电价评估的方案嘛爱提供。也若云林县政府希望着令新早的规范都要统一，若无会暂停发执照予热电厂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讲，会请能源署来拜访云林县府，赶紧来解决问题。经济部长郭志辉15到台南参访7股渔电共生案场，针对云林县政府最近发函予经济部，要求统一日龄审查作业规范，搁放调伫中央改善进程，渐慢核发执照予再生能源发电厂。云林县政府跟我们能源署可能有哪个地方不是这个很熟悉了哈。那我想多沟通。那这些都是好事。10月电价是不是会搁起？经济部长郭志辉讲，希望电价审议委员了解民生需求，做正确的决定。因为国际油价落价，台电发电成本比10月搁较俗。传出有审议委员希望台电照能源价效未来趋势，重新计算成本。搁针对是不是会当得到立法院通过1000亿半补，分两种版本参考电价，予审议会参考。1000亿确实有需要，因为有了1000亿，今年的财务大概就不至于恶化。另外，因应夜尖峰用电，促进都能市场健全发展，台电研究推测表后都能时间电价，针对高压以上工程用户，分组下柜甲非下柜，尖峰时段每一度超过10块以上，离峰时段每一度差不多2块，占离峰价差超过4倍。尖峰跟离峰有差距，这我是不反对，但是有时候上班时间如果中间再停顿的话，就比较不好啊。为能源署资料来看，都联设备每 MWH 建制成本差不多1250万，连续使用年限10年，총放电损失20%，都联放电成本每一度7块1。为成本角度来看，离尖峰用电价差至少都要7块以上，才当吸引用户建立都联设备。企业的还没开始省到钱之前，他就要先投入一笔经费来购置这些储能设备，真的质疑在企业端它的采行的意愿到底有多高。台电表示，建置都联设备的厂商会当维持生产稳定，不过有关表后都联时间电价，也有待提报经济部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